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布拉，今麦要来甲大家分享7月31日精彩有三九的版路来，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来，咱即麦开始今仔日的第一版，咱即版的版头呢是36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咱对6月26号再来看版头36找到了，咱们先来找到伊顶四期的第四期、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期29，咱的29找到来个合数44。所以44来减掉29，就是因五。因五会要伫版头的下两期来开一期、两期，因五加。再来看到6月29号版头36小翔，再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咱先来找到版头顶四期的第四期、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期、三期。咱的三期要来甲合数44，所以44来减掉32就是一期。一期的要来伫版头的下两期来开一期、两期，有无？一期一只。来，咱要过来看到，伫个7月24号版头36共款，过来开伫第五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四期的第四期、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期二控，咱的二控要来甲合数44，所以44来减掉20就是二数，二数要来伫版头的下两期来开一期、两期，来二数只。刷落来，咱过来看到，伫个7月29号，版头36共款来开伫个第五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顶四期的第四期、两期、四期，顶四期的第四期29，咱的29要来甲合数44，所以44来减掉29就是因五，因五要来伫版头的下两期来开一期、两期，因五。这下就是咱7月3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。OK，来咱继续再来看后一版。这版的版头呢是07来开伫的第一期，所以咱要对6月2号再来看版头07找到了，咱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二期一数扣起来，咱的一数要来甲加上24，所以14来加24就是300，300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期来开两期、四期，来300只。再来看到6月5号版头07小翔，再来开伫第一期，所以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二期08扣起来，咱的08要来甲加上24，所以8来加24就是3期，3期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期来开两期、四期，来3期只。来，咱再来看到伫个7月3号，版头07又再来开伫个第一期，所以咱要先来甲版头顶一期的第二期06扣起来。咱的控要来甲加上24，所以6来加24就是3控，3控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期来开两期、四期，3控只。刷落来，咱要过来看到，伫个7月27号版头07又过来开伫个第一期，所以咱共款先来甲伊顶一期的第二期一期扣起来，咱的一期要来甲加上24，所以12来加24就是36。36要来伫版头的下四期来开两期、四期，36。这下就是咱7月3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。来，咱要搁继续来看后一版。这版的版头呢是08来开伫第一期，所以咱对6月8号再来看版头08找到了，咱先来找到版头下三期的第一期啦一期、两期、三期。下三期的第一期08，咱的08要先来甲减掉呢，所以8来减呢就是06，06要来伫版头的下五期来开两期、四期、五期，来06只。来，咱再来看到6月11号版头08小翔来开伫第一期，所以先来找到伊下三期的第一期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下三期的第一期一期，咱的一期要来甲减掉呢，所以12来减呢就是1控。一控要来伫版头的下五期来开两期、四期、五期，一控只。来，咱过来看到伫个6月17号版头08共款过来开伫第一期，所以先来找到版头下三期的第一期一期、两期、三期，下三期的第一期控数，咱的控数要来甲减掉呢，所以4来减呢就是02，02要来伫版头的下五期来开两期、四期、五期，来。02只。来，咱要过来看，伫个6月26号版头08小翔来开伫第一期啦所以先找到版头下三期的第一期、一期、两期、
3期，下3期的第一期03，咱的03要来甲减掉呢，所以3来减2就是01，01就要伫板头的下5期来开2期、4期、5期，来01只。刷落来，咱佮继续要来看到，伫个7月25号，板头08共款来开伫个第一期，所以先来找到板头下3期的第一期、1期、2期、3期，下3期的第一期05，咱的05要来甲减掉2，所以5来减2就是03，03会要来伫个板头的下5期来开2期、4期、5期，03。这也就是咱7月31号会当来参考使用的5期，来咱。继续来看后一版，一版的版头呢是31来开伫个第5期，所以咱是要对6月12號再来看版頭31找到了，咱先来甲版頭伊當期的第2期08扣起來，咱的08要來甲合數37，所以37來減掉8就是29，29會要來伫版頭的下8期來開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，來29只。来，咱佮继续来看，伫个6月20號，版頭31共款佮来開伫个第5期，所以咱要先来甲伊當期的第2期一扣起來，咱的一要來甲合數37，所以37來減掉10就是26，26會要來伫個版頭的下8期來開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，來26只。来，咱佮繼續來看到，伫個7月16號，版頭31。共款佮来開伫个第5期，所以咱先來甲版頭伊當期的第2期25來甲扣起來，咱的25要來甲合數37，所以37來減掉25就是1期會來伫版頭的下8期來開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，來1期只。刷落來，咱佮來看到，伫個7月22號，版頭31相像佮來開伫個第5期啦吼，所以先來甲伊當期的第2期一數扣起來。咱的意思要來甲合數37，所以37來減掉14就是23，23會要來伫版頭的下8期來開2期、4期、6期、8期，23。這也就是咱7月31號會當來參考使用的5期。來，咱繼續再來看後一版。咱這版呢是3期到1期的版咯，版頭是開獎日期的27號。所以咱是對3月27號才來看啦吼，版頭27號找到了，咱要先來找到版頭頂2期的第1期、1期、2期03，頂3期的第1期10，還有版頭頂5期的第3期、4期、5期15。所以也就是03、10甲15這3期會要來伫版頭的下4期，3期會開1期、2期、4期03、10。是毋是03、10甲15？版頭的下4期來開到03甲10，3期來開2期。來，咱繼續來看4月，版頭相像是開獎日期的27號，所以版頭找到先來找到伊頂2期的第1期、1期、2期16，頂3期的第1期02，還有頂5期的第3期、4期、5期14。所以也就是02、14甲16這3期會要來到版頭的下4期，3期會開1期、2期、4期。02、14、16，是毋是02、14、16？伫個版頭的下4期只3期總開。來，咱再來看5月，版頭相像是開獎日期的27號，所以咱先來找到版頭頂2期的第1期、1期、2期05，頂3期的第1期06，還有頂5期的第3期、4期、5期28。所以也就是05、06甲28這3期會要來伫版頭的下4期，3期會開1期、2期、4期05參28有無？05、06、28，版頭的下4期前面來開到05甲28，3期來開2期。來，接要過來看到6月版頭開獎日期的27號找到，先來找到伊頂2期的第1期、1期、2期06，頂3期的第1期03。還有頂5期的第3期、4期、5期28。所以也就是03、06甲28這3期會要來伫版頭的下4期，3期會開1期、2期、4期06。03、06甲28版頭的下4期來開到06。刷落來，咱要過來看7月，版頭相像是開獎日期的27號，所以咱先來找到版頭頂2期的第1期、1期、2期
05，顶3期的第1期1期，还佫有顶5期的第3期4期5期27。所以就是05、1期甲27这3期会来伫板头的下4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、4期，05、1期，还佫有27。所以05、1期甲27就是咱7月31日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期到1期的版咯。来，咱要佫继续来看后一版。一版的版头呢是25来开伫的第4期，所以咱要对6月3号才来看。版头25吹到了，咱先来甲版头的当期的第2期08扣起来，佫有顶2期的第4期1期、2期19，歹势哈，是20啦吼。参版头下1期的开奖日期4号，所以就是04、08甲20这3期会来伫版头的下7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08、20，有无04、08甲20？版头的下7期是咪来开着08甲20？3期来开2期。来，一只要佫继续来看到，伫个6月9号这，6月9号这版头25小常来开伫个第4期，所以咱先来甲版头当期的第2期17扣起来，顶2期的第4期1期、2期37，佫有版头下1期的开奖日期是10号。所以就是10、17甲37这3期会来伫版头的下7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10、37，是咪10、17甲37版头的下7期来开着10甲37，3期来开2期。来，咱要佫继续来看，伫个6月16号，版头25共款个来开伫个第4期，所以咱版头吹到了，先来甲伊当期的第2期17扣起来，顶2期的第4期1期、2期34，还佫有版头下1期的开奖日期17号，2期17号，也就是17甲34这2期会来伫版头的下7期，2期会开一期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17还佫有34。版头的下7期来开着17。来，咱一只要佫来看到6月20号版头25又过来开伫个第4期，所以先来甲版头当期的第2期11扣起来，顶2期的第4期1期、2期28，版头下1期的开奖日期22号，所以就是11、22还佫有28这3期会来伫版头的下7期，3期会开一期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11。是不是11、22还佫有28版头的下7期才来开着11号，3期来开一期。刷落来，咱要佫来看到，伫个7月23号版头25共款佫来开着第4期，所以版头吹着来甲伊当期的第2期14扣起来，顶2期的第4期1期、2期37，还佫有版头下1期的开奖日期24号，所以就是14、24甲37这3期会来伫版头的下7期。3期会开一期，2期、4期、6期、7期，14，还佫有24，参37嘛吼。所以14、24甲37就是咱7月31日会当来参考使用的3期到1期的版路。咱今仔日版路的分享就到这为止。你若是感觉我的版路袂歹，麻烦会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、顺续订阅不然一只感谢咱各位好朋友。